我是有问我阿妹，就因你会打嘴鼓啦。其实我是问佢讲，阿妹你去到我学俩国语用班音，其实讲动口。然后我是问佢，阿妹你有对俩音乐有兴趣吗？佢讲有，我是问佢系乜嘅？嘿，其实让我讲，该笛子เรา现呢佢冇兴趣，佢有兴趣嘅，从世界世界其实上来学古琴，就古筝。然后来因为佢身体冇嘛好，该我先同佢去看病，去嘅病。然後來好嘅時間，我是看到佢竹北社區大學，竹北社區大學，佢有安布扎有開一隻古箏班，所以我嗰時間是攞佢報名去學嗰古箏。我有攞我阿妹參詳講，我攞你報名你去學啊，佢是講好。然後來，不過佢有一隻條件是係講，佢上課嗰時間會愛配練。佢就會去，所以後來我是陪我阿妹去個竹北社區大學去學倆古箏，倆下差唔多學有1年lang。每禮拜？大個禮拜。如一片評論媽媽這個咪學論，咪學彈啊？就係強下學。就係強下就變同學啊咧。評論媽媽咪係媽媽嘅同學。所以他就是他有點像是陪媽媽去追夢，去完成他的夢想一個概念。哇，年lang就按你每禮拜，打到禮拜。